背影，朱自清。與父親已有2年多沒見面了，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我從北京回家奔喪，喪事完畢，父親要到南京找工作，我也要回到北京念書，我們便同行。到南京時，父親因為事忙，本已說定不送我，但他終於不放心，決定還是送我上火車。上了火車，他給我揀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，他囑我路上小心，夜裏要警醒些，不要受涼。我說道：爸爸，你走吧。他往車外看了看，說：我買幾個骨子去，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動。我望向那邊月台，山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在等着顧客。走到那邊月台，雖穿過鐵道，雖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親是一個胖子，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。我本來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讓他去。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蹣跚地走到鐵道邊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難。可是他穿過鐵道，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。他用2手攀着上面，2腳再向上縮。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，顯出努力的樣子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眼淚很快地流下來了。我趕緊拭乾了淚，怕他看見，也怕別人看見。當我再向外看時，他已抱了朱紅的骨子往回走了。過鐵道時，他先將骨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骨子走。到這邊時，我趕緊去攙扶他，他和我走到車上，將骨子放在我的皮大衣上，然後撲撲衣服上的泥土，心裏很輕鬆似的。過一會說：我走了，到了那邊，記得給我來信。我看着他走出去，他走了幾步，回過頭看見我，說：進去吧。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群裏，再找不着了，我才進車廂內坐下。我的眼淚又來了。我回北京後，收到了父親寫的一封信，信中說道：我身體平安，只是膀子疼痛厲害，拿筷子提筆諸多不便，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。
我獨到此處，在晶瑩的淚光中，又看見那肥胖的身穿青布棉袍、黑布馬褂的背影。唉，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。